4月初的花莲大地震是921大地震25年了后，全台湾上大地震，所以全台湾真侪所在建筑物拢有受损害。亲像伫新北市，敢若新北市尔，陈前讲因徛家受损害案件就1395件，因若危险的建筑真正互打红单的有6件，打黄单的有15件。新北市政府即马就表示，会赶紧去现场会勘认定安全性。 标顶规片的态度拢落落来，详细看还佫有明显的壁碰。这栋56个大楼是伫新北市沙丁堡河边北街，这栋厝已经超过40年啊。伫4月初3地震了后，有住户向新北市府反映讲，建物有明显损害。经过工部局甲结构技师的勘查，发现这栋大楼起气，而且主要的条有闭气，认定有危险，是新北市新增加红单的建物。还没贴，我们就赶快离开了，因为里面的柱子歪掉了，就中间的柱子。现场勘查之后，发现整个建筑物其实有柱子构件因为震损而产生一个破裂跟甚至混凝土开裂的一个破坏的情况。那也根据这样的评估的原则，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标示为红单。根据新北市府的统计，花莲地震了后，小连续有民众反映因家因为地震受损，希望申请医护的补贴。 之前的案件到10日为止，已经有1395件，违建嘛有红单6件，黄单15件。工务局表示，会以建物受损严重的程度去现场勘查认定。房屋是民众私有的财产，那决定要如何处理，不管是修复补强或者拆除重建，那这个部分还是要由民众他们自己去决定。那民众有需要的话，那市府也会跟民众去做一个说明。 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罗建宏表示，地震了后，公部门为着要快速分辨建筑物感受安全，会以红单、黄单来做初步的分类，类似医护人员的检伤分类。红单的意思是主要的结构有损害，要随停止使用，而且甲人员疏开。迄若黄单是局部结构有受损，就要暂停使用。后续建物要经过专业技术的评估，做修复甲补强，确保安全无问题，才会当向主管机关申请解除列管，重新恢复使用。记者综合报道。